你好。什么意思？好看吗的意思？哎呦，多个车没得呢。对对对，兄弟，这个对对对，点赞点的多的话，特别好，真的。今天晚上没有断播。妈妈就好了，这2天好一点了。对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真的好多了。谁和我不直播？就我们2个打 PK 吗？就见着谁那些哦。你想跟我一起打 PK？ 怎么了？没这个吗？没怎么了，但是好像打不过我呀。你有实力是吧？看一下就知道了。你实力没有，但看运气哦。我俩谁运气好？我的运气24个小时都是在。马上立刻上一个墨迹，家人们，现在是翻倍的，能不能上一个墨迹？立刻上一个墨迹，现在是翻倍的，兄弟们。立刻上一个墨迹，现在是翻倍的。谢谢家人们的，今天晚上点赞点的非常的棒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真的。我们的点赞已经快到了6个 W， 兄弟们，6个 W。点赞支持这2个，继续加油，兄弟们！现在58000，不是57100，加油，兄弟们，真的。老师，刚刚那个歌叫什么？刚刚那个歌叫赞歌，我的抖音作品里面有，兄弟。二中露露。谢谢卓妈，继续点赞加油，兄弟们，继续点赞加油，点赞一定加油，58000个赞，真的快到了6万个赞。你这边点赞有几万现在？我我有4万。今天没有断播吗？你？我啥时候断播了？没有，一直都很正常。好的。对，就得了差几的都没就对没差。好的，兄弟。差什么？就这个头像得了按下了吗？是就对于这个得了按下的。这点往中就正常人的没得做，等那下的精彩的，等那这个的得就这么的呢。健康分的都正常了，健康分正常，就其他都正常了，知道不？最重要是那个健康分。我的健康分现在100%都在。家人们一个棒棒糖走一下，这个加成过一下。好的，这把我们赢了的话，我就唱一下《深度你们为谁》啊，兄弟们加油啊！小星星墨镜11个小星星，兄弟们11个小星星。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。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一下加成。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加成加油！谢谢1376，谢谢家人们，西门这家的西门有没有墨迹？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最后谢谢。哎呀，他失败了。失败了吗？时间到了。失败了。失败了吗？这我咋知道？你的加成？因为是我没到加成。谢谢大叔。时间还没到。谢谢。大叔谢了。错情不能错许莫的歌，用罗。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兄弟们有墨镜热气就有的话，家人们加油！谢谢1376送来的小星星，谢谢。没有，财宝永记我们2个是朋友嘛，没有别的意思，真的，我们2个真是朋友。对，我也跟他有意见，我真的是，哎呦！感谢康巴汉子哥。
财宝拥挤的大哥大姐们不用乱想啊，你们放心。谢谢康巴汉子哥，兄弟们一人帮忙送一个墨镜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晚上是不是要交给你？我去，北四的雪上大哥送来的墨镜，谢谢大哥！现在上兄弟们，现在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，指尖压一下兄弟们，现在指尖压一下，加油！守住一把，守住一把，兄弟们，守住一把，最后20秒，最后20秒，守住一把，兄弟们，啊！我们两个没说挖过程呀。说了呀，投胎家人，家人们，投胎家人，投胎家人。什么时候想说起什么时候说。感谢我的图钉，谢谢图钉送来的墨镜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墨镜，加油一点点，一人一个墨镜，一人一个墨镜，一人一个打，最后2个墨镜就。话说我们赢了，2个墨镜，2个墨镜加油，2个墨镜加油，兄弟们，2个墨镜，谢谢图钉，我就给你们说了嘛，谢谢啊，我赢了。真的，我们的这个大哥呀，真正的太绝了，这个高手里的，发誓快结束的时候，发誓我觉得我赢了，发誓我因为说我赢了，兄弟们。我也觉得是你赢了，然后这边显示着我赢了。啊，你们这个大手天天偷他的那个已经高手了，他已经习惯了。不用偷他吧，刚刚好厉害厉害，牛逼牛逼 ，let's go。谢谢图钉啊。图钉一系该正确，谢谢你的关注，谢谢你的墨镜，感谢我的榜一，感谢我的图钉一系，感谢我的北四学上，感谢我的榜四榜五榜一榜二榜三，点点关注下兄弟们。匈牙利路，好的好的，匈牙利唱啊兄弟们。歌好听的很。好，人气分享走起，兄弟们！说三多年没活了谁？长了用了吃匈牙利路，都知世界有这3年之也门把谁凶？匈牙利路，东东大瓦有能。下了在宁真的匈牙利路，当初这满不能懂我连中，也该我松手。我就最后一档唱啊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匈牙利路，也用这位家穷下了位，也干我松手。匈牙利路，下季正气了嘛，心中懂得别匈牙利路。Let's go！ 就只能唱连数，连段，笑什么？连数没唱。不是连数，我说错了话呀。太好听了，我也谢谢哦，低调姑娘，谢谢你的夸奖啊。
我们的帅哥美女们，这首歌好听的话，你们点点关注下，以后比这个好听的新歌多得很啊，真的。康德玛雅，谢谢，欢迎老乡。好，再我们两个打一把啊。有没有拉人的？还是我们两个打吧？拉人的。我看啊。在我们两个玩嘛。呀。谢谢姚三姐。印度吗？现在马上立刻送个小心心，墨镜之类的，家人们欢迎提上上来。翻倍这个看到翻倍翻倍，现在有没有墨镜啊？小星星啊？谢谢姚三姐谢谢送的小星星，你看小星星这是安可一里才对，你这边说的好，都在我这里上的，真的。继续说嘛。小星星说。对了，谢谢阿大哥，谢谢阿大哥送来的墨镜，对，现在是翻倍的兄弟们，现在是翻倍的，真的。逼出来的这些普通话真的还可以哦。翻倍的是啊。我说啊，你这些普通话逼出来的真的还可以哦。还不错吧，真的不错，自己慢慢学的嘛。对，现在已经很可以了，反正很大的进步一个来了，兄弟们，现在用力的学的话，什么都会的。对，就会学会的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知道不？慢慢学的话，会学会的，真的，兄弟们，加油，继续加油！唱的就好，那我也学想字。我也想学，这叫我也想学，真的。最近开玩笑，我的大女儿，她一直叫我汉字，真的。他以前真的说实在话，普通话的这样的拍见不知道人了。7个人的小星星，不同的，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，兄弟们，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。首先帮我过一下加成。有个小星星啊！首先帮我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。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不同的每人一个小星星，兄弟们，不同的每人一个小星星，兄弟们，不同的。6个人的小星星加油，兄弟们！最后5个人的小星星，兄弟们！就这样，我们的加成马上就到了，兄弟们，马上就过了3个。我们这边太差了吧，真的，谢谢三姐。3个人的小星星，最后3个人的小星星，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帮忙过一下加成，真的。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兄弟们，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，加油！首先帮忙过一下加成，最后2个人的小星星，兄弟们。最后2个人的小星星，兄弟们，差距不大。人间的客人，谢谢。最后2个人小星星，兄弟们，前面没有上过的，最后2个人小星星加油，几包跑走，130多个人，最后2个人的小星星加油。前面没有上过的，最后2个人的小星星可以吗？最后一个人，只差一个人，现在1个人 ，OK， 过了，感谢我们的男生，谢谢男生哥。谢谢我们的，这叫一系栏目对，一系栏目。有些名字那些巧咬一下，不巧搞的好不会念。不巧咬，对，就真的，光放节奏的上着不巧走的了。兄弟们，不巧。现在是双倍，1.5倍的加成，感谢抖音官方，感谢抖音平台。我最近说的汉语特别好，抖音官方真的。不巧咬的话。La sanoblin soya la nob mendu mala soya la， 谢谢啊大哥，够了，对面小拉拉没有票，我们打也没用，大哥，不用说理我，大哥，真的。我这里不是运气挺好的吗？你看，不想做惩罚的时候就。他只是靠运气，兄弟们。
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，知道不？你只是靠运气，我只是靠实力。OK，实力就是24个小时在的，运气就是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。哦， 24个小时我没看到。这样啊，真的。真的，我没看到24个小时你那里。你没看到的话，眼睛瞎了吗？你看一下嘛，400多个票，20个票。20多个票能达得到？钱多了，这个是真的。这个梦见是从屁股里面这个热气球看了吗？假的假的。上一个热气球。永远没有热气球，知道不？真的，不要生气啊。Let's go， 时间完成了。可以唱歌吗？不可以。唱一首歌吗？那进来了人就什么唱是给俺带着张门嘎子唱。就声音小小的唱。那我唱。好。不用是够啊。就抖音头像给那这叫把摇个啥的，这抖音的看到摇个，得劲的摇个。得靠自然个听到。你整个家乡20，这说什么那个家乡20什么？家乡20强噻，家乡农当个20强农记得噻。我是青海地区。我工作跟这个谁的样着是嘞？开玩笑，这个是他们自己会放的吗？那今天挨个了，看不见没得昆虫个一些的。这瞧没得呢？没有。我没得。我看一下，俺家乡20强农记得是20。刚换从做了没啥没得。再唱歌。你是家乡20强。最近都字也越来越好了啊，兄弟们，真的咱们点赞啊，然后多扣一下666。欢迎1376。你们不用看单知道啊。好的，老师赞歌伴奏有吗？没有。我们能把面生，我们能把面生。好的。那这样吧。好的，就这样吧。拜拜。拜拜。